位兄弟姊妹，喺呢個8月，教宗邀請我哋為城市福傳祈禱，願我哋喺充滿孤獨同匿名感嘅大城市中，能找到傳播福音嘅新方法，發現建立團體嘅創意途徑。城市生活表面上多姿多彩，但往往掩蓋住人與人之間缺乏真正聯繫。好多人都各自過住孤單嘅生活，缺乏一個可以彼此分享喜樂同憂傷，亦能夠喺人生艱難時互相扶持嘅團體。讓我哋求主賜俾我哋一顆開放嘅心，同一個富有創意嘅思想，唔好只係局限於現有嘅模式同架構，而係敢於發揮想像力去探索新嘅福傳可能。亦求主賜俾我哋勇氣，去敢於踏出第一步，去嘗試新嘅福傳方式。讓我哋亦求主賜俾我哋智慧，去辨別定唔好滿足於表面嘅人際關係。好多我哋有嘅所謂聯繫，睇落好似帶嚟滿足，但係其實卻好膚淺。呢一點亦提醒我哋要留意嗰啲令我哋沉迷於低頭望住手機同埋平板電腦螢幕嘅聯繫模式。冇錯，去選擇呢啲好似好方便嘅聯繫模式係有吸引力嘅，但讓我哋求主去賜俾我哋力量，去抗拒呢啲誘惑。最後，讓我哋祈禱，讓我哋藉住我哋嘅信仰團體，真真實實咁去培養真誠而具體嘅友誼，同人與人之間嘅連結。因為耶穌基督渴望真真實實咁去進入同轉化我哋嘅生命。願主祝福你哋。